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0篇，箴言22章第1节到第5节，路加福音第6章21节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爱你的仇敌。虽然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，生活也都不相同，想法也有差异，价值观也有不同的标准，但是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，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，所以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都是上帝所创造的。基督徒是上帝所创造的，非基督徒也是上帝所创造的。所以牧师喜欢说，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们，曾经有一位非基督徒，就是他还没有受洗，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向我抱怨，他说每一次听你们在讲主内的兄弟姐妹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很难过，因为我跟你们那么好，却仍然不是你们的兄弟姐妹。从那时候我就不再说主内兄弟姐妹了，牧师只会提各位弟兄姐妹，除了是因为在乎他，或是那些还没有受洗或是非基督的心情之外，事实上就如圣经要告诉我们的，他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事实。箴言22章第1节到第9节，所罗门王的话这样说道：信誉比财富宝贵，名望比金银可羡。贫穷人和有钱人有一处是相同的，二者都是上主所造。机警的人一见灾难，连紧躲开；无知的人却上前受害。敬畏主、诚心谦卑的成果，就是富足、光荣、长寿。爱惜生命的人，晓得躲开那些用来捕捉邪恶人的罗网，教导儿童走正路，他自幼到老，终身不忘。穷苦人被有钱人管辖，负债的人是债主的奴隶。播种不义的种子，后患无穷。严厉的惩罚将毁灭他。慷慨把食物分给穷人的，必然蒙福。就如同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所说的，只要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，都能够得到永生的救恩，不至于灭亡。请我们注意，那个条件是接受，而不是讲选民或是主内。既然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，就没有人应当被排斥的。但是排斥不相同的人，在每一个国家、民族、地位、工作，或甚至是族群，似乎是到处都会发生的。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在加州的台湾人
以及在路上看到所谓的在地白人，总会彼此说：“哦，我过来呀。”当然，这只是表达来的这个人跟我们不同，但却忽略了台美移民才是外国人。这些都是出于所谓的本位主义的观点来看跟我们不相同的人，就连白人也是如此啊。他们其实是反客为主的，他们以为自己是美洲的主人，而去歧视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。这样的做法是人的弱点，也是出于人的骄傲。人们需要被提醒，应当要谦卑，因为我们也没有多高明，也没有多圣洁，何况是对于那一些所谓的罪人，或者是那些被我们称为仇敌的人们。他们是被我们或是被社会排斥的人。基督徒的态度却不应当如此，不但要爱自己，应该要爱人如己。圣经还教导我们要爱仇敌。当然，既然圣经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教导，那就表示了这是一个困难的功课。我们是需要被提醒的一个功课。路加福音第6章27节到31节这样教导我们：论爱仇敌。但是你们这些听我的话，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善待恨恶你们的，为咒诅你们的人祝福，为侮辱你们的人祷告。有人打你一边的脸，连另一边也让他打吧。有人拿走你的外衣，连内衣也让他拿走吧。谁对你有所要求，就给他。有人拿走你的东西，不要去要回来。你们要人怎样来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来待人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徒应当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不爱我们的人。基督徒不应当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，可爱的人。应当要爱所有的人，包括那些跟我们不一样、意见不同、态度相左的人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旨意。如果我们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，我们和其他不信主的人有什么两样？如果我们只爱那些很可爱的人，那些会回馈我们的人，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夸耀说我们是基督徒呢？如果我们只爱与我们相同的，我们就不需要去传福音了吗？所以爱不一样的人，甚至爱仇敌是很难的功课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的。最低的程度，至少不要去恨。为什么？因为心中有恨，对自己是很伤的。诗篇110篇，上主和他所选立的王。上主对我说：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屈服在你的脚下。上主要从西安伸展你的王权。他说：你要管辖你的仇敌，
你跟仇敌作战的时候，你的人民会自愿从军。你的年轻人像清晨的甘露，要到圣山来救你。上主发誓绝不改变心意，你要依照麦基洗的遗系，永远做祭司。主在你的右边，他发怒的时候要痛击列王，他要审判万国，使战场上堆满尸首。他要打败地上各国的君王。我的王要喝路旁的溪水，能力充沛，制服仇敌。恳求主赐给我们爱人的心，不但是爱别人如同自己，爱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，更要努力去爱仇敌，因为这是主所交代我们所做的事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